恶臭、荒废、登革热聚集的地方，还有一些卫生条件不好，还有一些游民都进驻在这个地方。那接下来这些里民对这一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他们非常有期待啊，因为这个地方是以前最热闹的地方。那有关于外扩卖店布商22间的部分，我们也来尽速的赶工哈。然后在外扩卖店这边，我们希望争取哈，能够让外扩卖店的布商能够在明年农历过年之前，能够开始回去外扩卖店营业哈。那至于国华街3排38户的部分哈，我们也会来尽量争取哈，摊商能够来权利最大化哈，然后尽量来原地安置。但是有一个前提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保留我们这栋西市场的古迹之美。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位于台南市中西区浅草商圈的市定古迹西市场及附属建筑香蕉仓库，最早建立于明治时期，是当时南台湾最具规模的现代化市场，也是台南市区当时的娱乐及民生用品供应中心。台南市政府文资处历时3年半，耗资将近2亿元，将这里修复完成。让这座见证台南市100年来庶民日常生活的市场，能继续留在人们的视线中。未来台南市政府将持续进行街廓整体改建以及商圈活化，让更多人认识这座老台南记忆深刻的重要地标。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那整个西市场可以说是很多老台人大家共同的记忆。那在日治时期是南台湾最大的一个市场。那从1905年第一代因为风灾倒了之后，那1912年第2代重新把它兴建，所以我们现在完成的这个风貌就是1912年当时候所兴建的一个风貌。那整体性的修复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的艰辛，因为它位于市场，那要兼顾到所谓的市场这些摊商他们的所谓的生计，那又要兼顾到古迹修复，所以光修复的时程花了3年多的一个时间。不过这3年多来，我相信完成之后，大家应该会对整个西市场的这个历史风貌感到非常非常的一个惊艳。那目前我们经发局已经后续在做相关的再利用，还有有关周边环境的一个整理。相信不久的将来，整个西市场对外来开放之后可以让大家见证到一个100年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古迹的市场。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13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会第3届第5次定期会，因为疫情的关系，为5月17延会至今将近2个月。伫中央宣布3级警戒为解封以后，7月13正式恢复开议。由议员林志聪首先进行市政总质询。议会恢复开议以后，上午进行市政总质询。由民进党籍个议员林志聪首先发言，林议员伫个发言时，首先嘛为新冠疫情累积个死亡案例来默哀1分钟。因为这次疫情死亡的遮人咱大家来悼念1分钟安尼爱当请大家起立啊。接线议员嘛为新冠疫苗的注射遮尔乱，除了第一线医护甲防疫人员以外，议员嘛质疑。所有的官员到底是毋是拢伫个防疫的第一线？伊认为上公平的施打顺序本来就应该按照年龄，无应该有职业的分别。伊认为，就算日本天皇嘛是按照年龄之分。对此，卫生局长回应，现在已经是按照年龄向下来开放。咱台湾这新政我感觉有独裁，你敢知？主要是医护人员第一线注了后，对不对？咱在座，我相信所有的官员几乎拢注了，但是我想安尼不对，你安知？恁大家拢身体足健康啦，为什么这老人
头仔的时阵无要伊优先来住，恁大家活跳跳，恁就先住。遐艰苦人、遐老人，结果无食条住。我举一个例啦，伫先进的国家，包括日本天皇啦，伊要注疫苗，嘛是照排队呢，伊无优先权呢。轮到日本天皇要住的时阵，伊甲咱来住呢。所以中央这种的政策，我感不对。大家拢第一线，有倒一个第二线的啦。疫苗已经开到第10轮继续往下开，足侪人拢照样做会到啊啦，因为第一批伊照风险性来排落来，所以即摆开放的紧去有药，大部分拢做会到啊。20岁到30岁，迄偌久做会到啦？即摆拢往下开咱即摆第10轮以后还会再往下开，因为疫苗有来诚侪啦，系啊。另外，伫个微解封开放餐饮加夜市部分，台南市嘛因为民众的意见无同，市长嘛表示足歹留俩。这个红线要维持对，基本上咱台南市是相对安全，15天拢零确诊，今仔日嘛应该是零确诊。15、16天进前有安南区的8进前嘛是有11天的零确诊，所以零确诊甲有确诊中间的界线是足薄的。今仔零确诊，无者明仔载有当时都有确诊，所以咱乡民百姓心内惊吓，消费者心内惊吓，咱了解。伫疫情期间，各行各业拢受影响，尤其甲市民民生相关的摊商、小食等。议员嘛建议，除了纾困以外，伫个税金方面，应该向中央来反映，看是毋是有减税的空间。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议员郭清华伫议会市政总质询，大力小停机赞民众，希望市府会当比较力度减轻租金以外，因为疫情期间真侪活动拢停办，议员希望市府会当将停办活动计出来经费，转换成弱势族群的纾困金。市议员郭清华伫咧质询中提起疫情期间针对市场摊商的部分，六都包括新北、台北、桃园、台中拢是收原本租金的5折，甚至离阮上近的高雄是免收租金的。台南目前租金甲清洁费拢是拍7折。议员希望市府这边会当搁减免一部分来降低疫情期间摊商的压力。咱的公有市场啦，这个疫情的冲击啦，咱这个降价的部分市场伫这个部分你应该爱做一个思考啦，伫新北市啦，这个公有市场因是拍5折，台北市的也拍5折，桃园的原来拍5折，台中的小常拍5折，高雄市的这个伊拢总无收包括咧这个清洁费，咱台南市的即卖租金拍7折，清洁费的原来拍7折，伫这个部分啦应该是还阁有调降的空间是咱基层的这个摊商的这个生活感谢。就是讲你讲要比较其他国都的部分咱会当来考虑讲这个租金是够当比，咱研究看卖啦另外，因为即摆疫情的关系，所以有真侪原定的活动拢取消。安尼活动原本的经费就拢无用到，活动停办计出来的经费，希望市长这边会当针对夜市啊、路边摊啊，佮有农民来做补助。中央政府做无够的所在，由地方政府来补。以这个纾困啦，这个部分的会当来安那，伫地方这个活动的顶半年度、下半年度的经费的时阵希望会当用来做地方纾困的的一个经费，对着冲击较大的这个一寡行业的因的一寡开业的辅导甲协助的甲一寡防疫的设施甲具体振兴经济的会当考虑讲像夜市一款这夜市长这个搁再加码来协助这个夜市甲咱遮的路边摊遮咧做小生意的人希望讲会当对这个方面来甲做一个思考但做服务业、做食、做摆摊这就是冲击较大。所以呢，这部分咱是会当甲这个经费来
个纾困，当然纾困。议员希望地方政府会当甲大家做伙努力来度过这个疫情的难关。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议员蔡秋兰同款嘛是关心疫情，虽然中央开放登记平台到18岁以上拢会当登记，毋过开放第一天就因为登记的人数一时上过侪，造成电脑宕机。虽然政府拼疫苗注射率是好，毋过议员也烦恼，未晓用电脑的长辈，是毋是原先透过立场做登记会受到影响？中央甲地方为了拼疫苗的注射率。目前开放登记的对象已经到50岁以上，以及18岁以上第9类的重大伤病者。毋过，伫咧开放登记的第一天，可能一时登记的人数过头多，造成网络的大塞车。市长除了呼吁政务委员唐凤应该先将这件代志处理好，才去日本。毋过，议员担心的，却是原先长辈向里长公所登记的名单。是毋是会受影响排客？对此，卫生局长回应，原先登记的无受影响。因为即摆中央讲开放18岁以上到50岁，啊，700万人，大家客入要预约，结果全拢宕机。我看唐凤先把这个宕机的先处理好，才去日本啦。啊，无即摆较早去，结果。市长，这要重视一下。结果用一个，即摆大宕机，造成民众的这个不确定感，反而不好。而且民测阮今嘛伫很现在的制度下，阮拜托因紧改登这改系统内底起来登录啦。那么可是有一寡资讯落差，有的真卡人，他袂晓用电脑，我有请公所到3工，卫生所到3工，警所到3工，那伊个买咱去迄个便利商店去邮局吼，起来登记。我知议员的意思嘿。我安尼简单讲一下吼，就是讲，这个里长好无简单，把这名册用好。是。你即马讲话阿爸阿母，伊根本唔捌字，你讲叫网络用啥用？真的也是会一大叠力气啦，所以你家咱是不是爱小心这一次的疫苗分配，咱爱重视一下吼。甲用报告吼。到65岁，阵个64岁以下者拢免做啊，以上者拢免做啊。除了关心疫苗的注射，另外议员嘛关心地方的建设甲环境的维护，尤其一寡公园修整的花木，因为一直囥伫个路边，议员担心会滋生蠓虫。毋过，到底是环保局或者是工务局来处理？对此，公部门嘛回应，原则上处理单位会一概来清理，无可能会乌白囥。对此，市长回应，会查明到底是谁囥的以外，嘛会来追究责任。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受到疫情的冲击，真济社会福利团体收入拢严重欠缺。所以，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义珍都牵线国际赛主会300地湾区，将伫华山甲临安基金会分别捐出10万块，希望帮助因渡过难关。受到 COVID-19 疫情影响，服务高端老人的华山基金会除了欠缺大笔的募款，连一般小额的捐款拢减少真济。不过，相关的服务未当停困，所以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义珍为下国际赛主会300地湾区，将会由林江河总监代表，除了捐赠10万块的善款，予华山北区爱心天赛站，随后嘛前往专门服务家友的临安基金会，共款捐出10万块，希望成为爱娇娘，抛砖引玉，互因渡过疫情的难关。今天真的就感谢咱300地湾区我们的总监林总监，可以做出这样抛砖引玉的一个动作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知影这些经济活动拢暂停，而且嘛影响到真侪企业因的收入所以伫这个时间当中，变成有足侪咱的社团要去募款的，变成产生了一寡困难。所以今天感谢咱的林总监抛砖引玉，希望我们社会各界人士，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力量的话，尽量做这相关的来做。因为特别咱各团的爱心，还有法度变成继续维持的照顾一寡真真正正伫咱社会边缘人，而且需要照顾的人。这一次针对关怀弱势、关怀饥饿这个区块，我们再做一个捐款的一个实作部分的一个呈现。那主要
这一笔善款是来自于因为今年受到那个 COVID-19 的影响，我无法前往那个韩国姐妹区来做护法，那把这笔经费移作捐助那个这种经费，华山基金会就作为那个社会服务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活动，对，也要感谢我们2020普利斯所谓的一个领导事业的一个投资贡献，来促成这件美事。以华山基金会为例，每一位长辈服务经费每个月大约1250块。以大台南目前2600位当年的服务个案来算，确实面临真大压力。加上疫情捐款减少，所以这笔善款参像救火钱同款重要。也希望各界互爱延续，互点点做代志社团上大支持。台南新闻军及张硕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今年山野大出，因为烦恼产销会去受到疫情的影响，市长黄伟哲持续将直播平台替农民来做促销，伫短短30分钟内就卖出100箱，而且佮教大家安怎用山野做出各种的口味的点心。因为疫情，今年台南国际山野节停办，不过为了小听农民，市长再次透过直播来促销，要将新鲜的山野直送到民众厝内。直播当中，超过3000位民众将山买去抢滚。会中农会总干事也特别将市长2013年伫国际山野节所种山野树的山野送来直播现场，让市长相当意外。除了为活动加开数目，毛市长更加卖力促销。100箱750，含运费哦。含运费，真的假的？市长来了一定要有面子。我们线上3000多位的朋友。以前我跟你讲，差不多上1-2个礼拜前，我们在某个平台卖850。卖850。结果卖了很多，卖了2.2吨。2.2吨。对，今天。特别市长来给市长面子，给美女面子，所以特别再降100块。伫整个直播节目，市长变成购物专家，表示今年的山野成长期无落好，伫口感、香气甲品质拢比去年较好。强调所有山野拢是冷面的，短短30分钟内就卖出1箱765有100箱的好成绩。台南市是全台湾最大，而且是最好吃的，而且产量最多的产区。对。那我们今年芒果因为前一阵子比较少雨，所以比较少雨怎样就比较甜。因为雨下的大，水进里面水多，像吃西瓜一样。雨季的时候西瓜切下来就不甜。是。但是稍微有点没有雨的时候，西瓜超甜。芒果也是一样，这个甜度都是非常高的。在现场嘛，烹出有椰子芳，属于泰式的山野饭，甲大家除了青食以外，嘛当利用山野做出无共变化口味甲甜点，相当特别。台南新闻军及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的大东夜市12号暗时率先开放营业，市府经济发展局除了告场稽查防疫，嘛请上主车三观农有线电视。架设完成人工智慧分流系统，希望会当保护业者甲消费者。顺应台南夜市未解封，台东夜市率先开放营业。根据统计，这摊商因为烦恼生意无好，只有1/3到场。不过，多数营业的摊商做好防疫，也是抱正面心态。还不错的促进经济啊！只要我们大家把防疫措施做好一点，这样子。又可以活络，很开心啊！很久没有出来走了呢，大概只有2个月呢。那会不会担心那个一些疫情的问题？我相信政府的作为。
台东夜市因为是台南市区三大指标性的夜市之一，有民众为了解决暗顿，选择来夜市，有的人则是听讲夜市开放，急要来踅。大家平时身边的朋友爱支持挂号平安，台南市政府。那会不会担心那个疫情的问题？其实还好，因为大家就是都蛮棒，就是都有戴口罩，然后消毒的。民众角度来看，当然乐观其成，但是还是会紧张，所以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好社交距离。其实应该是可以期待的。为中经济发展局嘛率领团队来关心防疫作为，主要要求严格落实3罩1套等规定，也为车上主车甲三冠王有线电视驾驶完成人工智慧的分流系统，来保护业者甲消费者的双赢。赴宴的情况里面我想大陆夜市也遵照市政府在防疫计划书里面的规范，这个3罩1套3罩1消，在这个今天开业之前就进行了相关的消毒。那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乎大概每一个摊铺位的部分，大家也戴起口罩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遮罩。那么熟食的部分也都用所谓的这个遮罩来做一些处理所以我想这个摊商这边大家的自律行为这个是值得称许的。那第二个，我想今天大概有差不多将近110摊左右的摊铺位出来原来大东夜市大概有300多摊，那么今天大概也来了1/3那我想越到晚上，可能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会越来越多。那在这边我们还是要特别强调，今天我们的市警局这边的分局长以及我们区公所的严局长，大家也共同来进行联合的稽查。那稍后我们也会进行相关的一个宣导。那我们这边再次强调我想台南在防疫的这部分是靠全体的市民跟所有的消费者，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的。夜市恢复营业备受民众关心，政府强调一定用上严格态度来管理，如果违反规定，都会处罚，上悬买当停业。但新闻官及张硕维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17分，中昼过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7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